第三，台南好的商品相当多元，包括老中青三大店家拢有，各行各业的商品为了这回精选活动，推出全新的包装设计，不只展现台南丰富的地方特色，更是真材实料实力。对好礼、对美食、甲文化创意等角度，总共60件，成为代表台南113年的特色花手。那我们结合安平的守护神剑狮，把冬瓜砖做成剑狮造型的，也符合比较年轻人喜欢文创的一个概念。这款呢西港麻油鸡呢小一人炖饭，除了在餐厅能够吃到之外呢，那我们特别做成带美食的形式，方便民众呢带回家呢就能够轻松的复热微波食用。这个代表安平的祈福、辟邪、镇煞，所以很多观光客来到安平就想要带一个伴手礼回家，所以这次以这个釉下彩的方式高温烧结，让这个作品可以让全世界人看到这个安平在地的一个故事跟图腾。这对169间店家、214件商品所精选选出的特色伴手礼代表，22号嘛一一接受市长微调颁奖，用趣味翕相的姿势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市长会中嘛公开邀请这些店家11月中透过新加坡的平台进行海外直播，将独一无二的台南味行销到全球，拼观光、拼经济。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好东西也要介绍给好朋友。所以不管是国内行销或者国外行销，我们都会加强，也让这个台南好物的含金量更高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从业绩以及从市民的认知以及好感度来讲，我相信对于这些业者他们在创新才会更有力量。如果没有得到市场肯定，那么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下，那就不好了。因此，我们台南市政府也会跟商圈以及许多业者配合，能够把台南好物行销出去。今年获奖的台南好礼，后续嘛透过网络持续行销，希望专属于台南的特色伴手，成为大家自用送礼上好选择。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。